多謝閣下選用 HKT Enterprise Centrex Softphone 服務計劃。這段影片將介紹一些常用嘅一般設定，包括勿擾模式、預設登入畫面、AI 降噪功能。點擊左上角的第一個按鈕以進入 Profile and Preferences 設定。喺 Profile and Preferences 設定中，選擇 Settings， 然後前往 Calling 選項。進入 Advanced Call Settings， 你可以喺 Incoming Calls 設定中開啟勿擾模式。開啟勿擾模式後會靜音所有來電，來電者會聽到忙線通知。此外，在 General 設定中，用戶還可根據個人偏好設定 Webex 嘅預設登入畫面。最後，用戶更可於 Settings 開啟 AI 降噪功能，提升通話音訊質素，確保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能進行清晰對話。